台南市美术馆举办新任馆长就职典礼，第4任馆长由林秋芳出任。典礼现场由董事长，同时也是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亲自颁发聘书，予林秋芳馆长向真正式接任，并接受来自各界祝福。我们希望在艺术的部分，在馆务的部分，能够串联很多馆际的合作，不管是我们在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个对于台南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南美馆跟这个文化局之间跟台南市政府之间一如这个黄伟哲市长对于整个台南的整体的博物馆跟美术馆的事业的支持那让台南已经成为借着这个美术馆跟博物馆，成为了一个去奠基台南文化跟转化这个台南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林秋芳曾经在民间艺文机构担任校职，后来在宜兰县政府担任文化局长，兼任南洋博物馆、宜兰县美术馆馆长，并伫咧辅仁大学任教，指出伊扎着这的丰富的经历来到台南，备受各界关注。如何让台南的艺术家能够增加他的创造力？因为增加创造力才是一个台南创造力的根本。那美术馆一定是责无旁贷。我们希望它走向专业。所谓专业是说有办法进入其他美术馆，或有办法走到国际美术馆去交流或展览，或是能够走进国际的艺廊，能够进入正常的艺术生态的运作里面，让他们可以健全的发展、永续的发展，然后把他的创造力不断的传播出去。这就是我希望未来可以达成的目标。南美馆表示，第新任馆长林秋芳的带领之下，将持续重视在地艺术，提出更优质的展览，绝对袂辜负文化界以及市民朋友的期待。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